成日問我深圳邊間烤肉店高質好食，呢間推介俾你，人均100零蚊就食到澳洲原切和牛，記得 save 低去食啦。23年日本料理老店，魚火和牛高質，海鮮新鮮，用真炭火烤特別香口，呢個新品必食啊！海膽和牛當飯真係大癲，好好食，係澳洲原切和牛，職員會喺你面前用火槍燒，滿滿嘅儀式感。海膽鮮甜綿密，和牛滑嫩入口即化，魚子鮮甜美味，口感層次超豐富啊！香港人嚟食出時回鄉證，仲送你一份黑虎蝦，職員仲會幫你搣埋殼，好貼心。蝦肉鮮甜彈牙，大眾點評買49蚊券仲可以當100蚊用，係咪好抵呢？人均100零蚊就食到咁多嘢，全程可以解放雙手，有職員幫你燒埋添，好貼心。有香港人至愛嘅炭烤活馬，燒到外脆內軟，好滿足啊！呢個係鎮店招牌，成條5厘和牛橫膈膜，超長啊！用咗高級環保秘長炭真炭火烤，肉質軟腍多汁，炭烤香氣正啊！老闆娘自製烤肉汁，更香更美味，法國吉拉多生蠔，每日新鮮直送，鮮甜美味，口切牛舌，肉質脆嫩，炭火烤更香口啊！黃油厚薄，鮮甜美味，爆晒汁，食完肉再食翻啲沙律，夠晒 fresh 啊！環境靚，滿滿嘅氛圍感，仲有包廂房，私隱度高，呢度仲有免費生日紀念日佈置，好靚啊！咁正咁抵，即雞同你 friend 或者另一半嚟漁火食啦，地址可以睇內文。